后来乡亲另外一个防疫的重点，就是昨确诊的迄位70多岁老先生，是前几日刚为加拿大刷入的确诊病例的弟弟。因为伊的兄哥伫居家检疫的期间，伫厝内底跋倒，伊入去看兄哥，接触大约是半点外钟，安尼就对了。这位老先生4月20甲21号去过桃园4个地点，其中伊有去中立的阿曼达舞厅来跳舞，这上加爱注意。讲当时有超过100外个人做伙跳舞，大家拢无挂喙罨，手交手，搭伫经甲头来练跳舞。已经有学员接到居家隔离的通知。另外，阁有2间受到影响的国小，除了伫昨暗找家长来召开着自愿性的检测说明会之外，早起这个学校的4科练长嘛拢来做大消毒。大家手牵手，正百个人伫咧中立阿曼达舞场跳舞，有一个70多岁患着新冠病毒的阿公嘛伫咧内底。大家做翕相留纪念，有挂喙罨的无90个人，伫咧20号举办即摆跳舞活动的教室，透过人面册宣布已经甲姓名册名单交予卫福部，为同学嘛伫咧昨暝收到通知，爱居家隔离，嘛会伫咧今仔日来病院采检。这个为着新冠病毒的阿公，20号阁有去中立上课，现场有要30个人，唔知影病毒敢有去画出去。会想要让小朋友筛检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是要啊。爱追踪的阁有桃园的国小，一个确诊的技术，查某囝的抗体有阳性反应。卫生局半暝啊，找家长召开自愿性检测的说明会，理事卖继续做消毒。如果是停课的话会担心，可是学校现在采取还是一样。对。华航技师为着病，技术人员检疫用的诺富特饭店半暝规栋做消毒，422个技术人员全部拢封锁去集中检疫所。因为诺富特是因为有新的确诊案例，那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做现场实勘，那认为这个1管2管，那么足迹较为复杂，那防疫风险提高了。指挥官陈时中嘛亲身来到现场，市长陈文灿嘛讲，饭店规栋会做消毒，14天袂当住伫咧遮，可要互疫情继续传出去。